意外呢一家嘢一嚟就好快，出事嘅原因有時真係千奇百怪。美國一班由丹佛飛去加拿大嘅航班起飛冇耐，有片引擎突然空中爆炸起火，成架飛機劇烈震動。機艙入邊一片末世影像，有人驚到失控尖叫，有人就寫定遺言或者係交代定身後事。當然，亦都有人堅持拍片記錄低可能係飛機上最後一刻嘅畫面。嗱，飛機喺火勢未進一步惡化之前，就已經緊急降落。最後機上159位嘅乘客全部都係安全冇事。嗱，初步調查懷疑係有隻兔仔捲入咗引擎而導致意外嘅發生。哇！如果係真，呢隻兔正式係破壞安全嘅危險兔。哇！如果真係去到飛機嘅最後一刻要墮機啦 ，Albert， 你會做啲咩咧？我會叫企喺我面前嘅空姐唔該過嚟啊！喂，生死關頭貪圖美色仲？你當我係你咩？我係想個空姐姐姐咧俾張紙我，寫低啲真摯嘅説話俾我最愛嘅人。好有愛心啊！不過咧，如果真係有機會墮機，而真係有時間咧，空姐係會自動自覺攞張白紙俾你寫遺言嘅，唔需要擔心。但係如果俾我嘅話咧，紙咧其實咧可能會燒咗噶嘛，係咪？我寧願拍片跟住send上雲端更加安全啦。肯定有 WiFi 嘅咩？都有可能。不過老老實實呢下真係要請教專家，我哋有請 Stephen。你好， Hello 你好。嗱，我哋經常會聽到鳥擊，即係咧雀仔咧就撞入咗飛機嘅引擎啦，但係兔擊好似比較少聽喎，係嘛？Albert， 其實呢單事件咧都非常之特別㗎。飛機起飛嘅時候咧，引擎會產生一個好大嘅吸力，咁令到周圍嘅空氣同埋細小嘅物件都會被吸入㗎。啱啱當時呢個跑道咧，懷疑有兔仔經過，咁個引擎吸力一出咧，個兔仔咧就捲咗入個引擎裏邊，導致呢一個引擎受損，甚至熄火㗎。咁喺外國機場咧，Stephen， 你覺得係咪特別多呢啲野生動物會走入機場之內嘅多少少嘅機會咧？Tony 啊，其實咧呢啲情況喺外國其實唔算罕見，因為咧外國嘅地方大啦，周圍都係開放嘅地方啦，加上動物控制咧未必做到比較全面啊，咁好多時候咧都靠人手巡邏去趕啲動物啦，甚至細嘅地區機場咧有啲圍欄咧俾啲野生動物撞爛咗啦。我同我啲同事咧試過喺外國嘅機場咧見過啲蛇啊、鹿啊、牛啊、豬啊咁樣就咁行入去呢個機場範圍，咁咧有陣時真係要靠啲地勤人員咧即刻清走佢哋㗎。香港機場好似比較少呢啲情況喎。咁香港嘅機場咧管理就比較出色啲啦。我哋用嗰啲自動化嘅巡邏車，咁同埋紅外線嘅監察系統啊，24小時去監察住個機場範圍。咁另外咧，香港亦都係填海翻嚟嘅，咁所以咧大大減少咗動物闖入去嘅風險。好，唔該晒 Steve， 唔該晒。好 warm 啊，解釋得好清楚，係。喂，但係咧，其實話去旅行好玩啫，但係而家經常都話有啲地區咧比較風險大喎。有咩大地震啊？所以近期咧，所有啲機票全部大減價。所以而家我去旅行我都有啲驚啊，真係。你又話要出發，又話驚，咁你唔好去啦。咁驚定唔驚啫？星期1、3、5咪驚咯，2、4、6咪唔驚咁咯。其實人哋驚你多啲啊。嚇？驚我啲咩啊？嚇？驚你隻篋攞命的篋。